我手上嘅牌俾各位檢查，冇任何問題。你有冇想過預測未嚟？洗牌徹底打亂順序。而家我就知道呢局係和局，發出嚟睇下。冇錯，5點和局。話我係靠運氣唔順，好再嚟一局，下局係閒贏。點樣9點閒贏？冇錯吧？接落莊贏。7點莊贏，又對咗。下局係閒，我哋改成莊贏。莊9點，真係莊贏。最後係開閒。想知點解？請俾個關注。幾局連中，唔可能係運氣。